想着肉酱被拿在哪？不是啊，刚才应该就先拿肉酱。早餐店阿姨煮泡面就是感觉好吃。早餐店阿姨没有开火呢。阿姨。等一下，阿德一走在绕人家尬供一下，我觉得你的美感好像比较好一点。孽与子动，我们怕死的。龙虾三明治，不可能准备道具吧？不是烹饪教室的道具。今天走的是啦，那你的秘制酱料底都带假的麻料嘞？让他跳跳讲。懂得。哦，懂得啦。等下係幫我隻先拿讓港我上樓唔得講。情绪勒索。對啊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來到現場討論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。民族。係中白票。今天當開見你來到桃園的觀音，開車地震冇？其實到觀音嘅道邊嘅，除了喺客家泰鎮以外，還有喺當漢地較少看到嘅大海嘅客家人哦。好好進加一下。你是桃園的哪道邊嘅？幸福兩島。哦，桃園的幸福咪係算大海。係啊，大家講，去客家人東客種哦，都係要嘅後發展啊。但你知道幸福噶那冠軍兩島哦，跟後發展係哪邊地啊？哪島？就是永安漁港啊。哦，真的耶。後面就是整個大汪洋的，你看。哦，故說人家有咩後花園，有咩後池塘，去見海洋。應該比當哦動態啦。啊，仲講見你咪其他講來到觀音咩道邊，係咪做得帶有海味嘅客家料理呢？馬上來分享到今日嘅評審欣賞，提前來分享到嘅係顏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大家好。啊，鳳哥好，就嗰度分享到係大范清大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大范清。好，大家好，你來分享到風吹嘅沉水站，佢係呢係兩個表姊妹嘅，分享到嘅係潮響節一發子，分享。大家好。好，大家來看下，藍色的一片係來自觀音嘅姐夫老小姨子，就體然老健康住。歡迎。這個搭檔沒懂貼片呢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東頭看到係痔瘡，然後四肢強下來，哇，感情很好。係啊，我來詢問看啊，參考一下到觀音嘅道邊，你有推薦嘛個好講好食好料嘅冇？林家古厝。順豐佢還有做啲普番薯，有普番薯啊，泰人生意呢全部懂很合適啊，因為佢買有啉到下豬頭有做到東西本人食。哦，可以喝下午茶。你講我去料啊，物解吼，也是坐定吼，看到家己拄好理解，你解身邊有隻大撲克，所以理解動拳，乜做啲行料啊樣嘢。行咗一站對哦。錯。哦，就是那個林部鳳鳳林家古厝休閒農場這樣子。哇，其實家下就小街頭的觀音嘛，咱這裡一片吼，在內邊咪係來自觀音的朋友。那剛剛有講到說下把海，所以好像推薦一個在海邊的景點會本大家啲啊。我呢下咧介紹嘅係草太白沙丘，因為全國唯一嘅沙丘嘅地質公園。日頭落海嘅時候特別嚟講。哦，唐公雞還有人家很特別的號稱係嗎？台版撒哈拉。哇，台版撒哈拉，應該譬如講嘅撒哈拉就係行嘅落雨我行唔出來，我推翻改這種撒哈拉係唔掂嘛，就是太漂亮了，唔盤得上嚟出來。哇，草大沙丘，應該係同樣去都嘅老邊嘅去噴沙吧？哎呦，仿佛去沙漠這樣子。哎，但記得要噴定型液哦，咁冇時間睇那麼冇去到亂哦。好，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下色變好菜，兩嘴用剪刀塞頭部嘅方式，輪蛋托變上地度嘅食材，撒點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做出無窮樣嘅變化。先來兩嘴會抖出乜嘅好明星呢？一家之主用下來吃好菜咯。這一關呢，百寶箱變相出來就提供，今日要來發片人嘅創意困難，地度嘅食材再變乜嘅料理咧？今本嘅主題就係藝術出界寫本相。哦，就是應該是很多小資女的本相，就是為啥呢？因為便利商店啊，該都有地方哦，賣轉來嘅東西，到底要乜嘅咧？
哇， 7大亨堡这个好吃哎。 tomato 这种动好选。该不会还咬一半的吧？没有，这个一半的在这里，完整的。那水里啦。切嘞。这个通常没有用保鲜膜的哈。对啊，糟蹋嘞。对啊。哦，跟哈不会煮火锅蟹肉棒，葱油饼，跟花干呐，卤味最好吃了。跟卤味好朋友，还有一个泡面。 你介意的，可能系半夜半寸到两下。这个吼已经卤到一半，结果又变起来呢。对啊，又没有保鲜膜。对啊，怎么会给我们卤过的哈？另外是罐头为什么要冰啊？给有囧了哈。两片起的糯米椒啊，还有个马当酥啊。好哦。好。哎，看起来都会整营以后吃了耶。系啊。对。大家做啲线上看一下，透过200个煎豆沙头部哈，线上嘅解煮做啲线来线，总共做啲线出4行之后，就做啲做出一套好料理啦。唔错，好，哎，你先来小组讨论。好，沙沙来讨论一下。你家下小解到安多东西哦，你要特别对哪一行还有兴趣吗？我弄米酱，牛酱一定会辣，变相冻好种。你很辣对不对？肉酱，哎，我觉得肉酱冻好了，因为炒满东西都冻掉。面呀，面还有嘛干？还有糯米酱嘛做的。糯米椒。还有牛酱嘛，还有一行。一个要不要选一个淀粉类的？你看，你选大亨堡，它有肉肠，然后又有面包。人家就出现大鱼咯，碰不一定辣。其实就T点甜哦，还会口音自家来负责的哦。马铃薯嘛做的啦。你刚才不是说最猛马铃薯1斤2亿？上清油冻那个豆腐，那个白叶豆腐，白豆腐嘛做的啦。其实有一个后背，有在后背上一下，莫等不因拿走。肉酱大亨堡，韩语马干，我们选一个水摩卡酱的蟹肉棒。蟹肉棒啊，好，我们就是走那个精致的色香味路线。哎，你猜拳刚刚选到一个猜羊，好，加油！马上你就先来猜拳。好，来，莎莎来排出一副代表，对吗？你在吗？好，来喽，美女的对战。三跳步啊！谢谢。唔怕。来，我一定要跟秋香姐讲一下。来，秋香姐，哎，刚刚有一点东西，他们一定会拿走的。对，你先想清楚，一听会先拿走的黑马干。糯米椒。第二个呢？泡面。啊，那个肉酱。你确定哦？人家泡面烂哦，还煮过哎哦。就拿那2个，赶快拿。这个糯米椒有一点坏掉。拿。我一分也不会让给你的。下好离手哦。好，等下问阿姐都先看。肉酱、蟹肉棒。哦，我忘记拿了。你们有想要蟹肉棒吗？我们想的肉酱被拿走了。不是啊，应该就先拿肉酱。好，怕，等下问第2回合剪刀石头布。好来，剪刀石头布。剪刀石头布，那个是什么？来，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，这个是海客文化专属的剪刀石头布。那110俩。大亨堡还去买啊？韩左在嫌一行。好了啦。也好好料理耶，好。是啊，好。哎呦，阿祖祖妈，我也不应拿奖项用干啥？中红哈。春都被我们抢走了吧？哎，姐姐想太久，冰箱那个电会跑出来。我白天了哈。葱油饼，好了，我饼没做对了。加泡面，松饼加泡面，来煮，松饼加泡面，然后马郎叔走在哪？没有。水梨，加在里面，对，好香港还好嘞啦。好，香香不用哎，OK 的，我已经想好，我们已经有那美食的画面出来。有哈，你们也 OK 了哈？应该。没有后悔哈？需要换吗？来不及了吧？来不及了吧？哎，没想到最贵的给烟某你拿，因为跟处理起来动麻烦。就有可能我讲过它的腌料好不好吃啊？对，因为这个命运已经被决定一半了。很有可能给黑金豆毛这把这个鸡翅就不好吃。好了，这个等下当我们自己中餐录完影之后吃啦。好，马上就来金行体育馆嘅挑战。
用做出道的色彩呢都已成绩，不过他小可睇一下，发现到，哎，家就已经上好咗嘛，该。嘿，妈妈果然就是厉害，而且其实戏上还有一些高手，我们大家访问过有讲宽呐。好，风吹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好，来看一下男水聊天嘅上任模，會比下風吹下題麼？男水有信心嗎？有，好，加油加油！兩吹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睇下佢咪帶唔齊到，但看到有條食材在邊出賣嘅料理，馬上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昨天不許走咯。今天呢，因為是小資的冰箱，外食族冰箱，基本上沒有太雷的。基本上外食族為什麼要自己動手做呢？就繼續去外不是面買外食族可能買了之後第二餐沒錢吃了。哦，可是我都可以煮夠呀。哦，冇那配的。對啊，像你家冰箱有沒有？哦，是不是也會？呢？社區烤肉的時間存的，你們會不會帶進來？我都到處去收便當，收人家莫學這個動作。然後過掉了，來看一下掉。你都有跟他去到水裡的時間，應該是想到，哎呦。要做得結合嗎？等一下，姐姐，這不會辣哦，它去籽，不要糯米都去籽，對，直接含紅藕啊，給甜甜的，這好吃哎，可以直接吃，含紅藕。你是講真的？愛講真來，又直的又冇食起，而且尷尬。要不要我現場示範一根給你？真的，可因為這是甜的，是好吃的。爸，我們要去籽就是要去籽，我們就是時間大富翁。OK。那你們剛剛討論這幾個要怎麼結合呢？我們要把這個稍微爆一下，爆香，然後這個蔥也稍微爆一下。為什麼要拔這個？好，我們要包在泡面上，我們要包在葱油餅裡面。哦，它外面會比較含冇含紅藕。好，哎，按那裡等它裡有冇糯米醬，要俾小口煎一下。就這樣就好了嗎？對，很少哦，只要一條，一條子啦嘞。不可能。太浪費了，最後要吃下一餐呢。你剛剛不是講嗎？外食族耳福都上千呐。好，咁啱先過一條好嘞啦。好。哦，一上面做咧煎吧。真緊哦，我提就把看到有人老個衝那個皮的白皮呢。我跟你們講一件事，瑪莎黑可以做船店。又講哦。秋香姐可是早餐店阿姨耶。那蔥油餅你最擅長啊，最厲害的啊。秋香姐，要點地北圖的蔥油餅啊，會有什麼餡料？你們早餐店的？其實我們做比較單純一點，我們就是有蔥油餅夾蛋，也有牛肉蔥油餅。那會不會參加這一集完之後，你們以後蔥油餅會加泡麵、加水梨、加糯米醬？不可能哦。早餐店阿姨煮泡麵就是感覺好吃。早餐店阿姨沒有開火呢。阿姨，等一下，阿姐你走在繞人家尬共也哈，我覺得你的美感好像比較好一點。麵與時凍，甘甜都我們怕幾的。龍蝦三明治。不可能準備道具吧？不是烹飪教室的道具啊。今天做的是的。你把機還沒有到，也給那道別講故事本身也談。圖書館，嘿，觀音嘅圖書館，還有新北嘅圖書館，也講客家話故事哦。教小朋友講客話誒，嘿，錯，教小朋友講。小朋友最喜歡講故事媽媽呢。錯，嘿。那平常時買故事下豆豆咧。因為你係前多年嗬，你客家人有冇就係冇講客家話，所以我就盡量推廣就係講客家話。說我現在可以幫忙這邊估一下，蔥油餅要煎哦。對，夾。不用天做的芎頭煎吧。是，那個芎在面。對啊。水裡咪做得熟，做得做哦，幾有時間的哦，夾個哈。為什麼糯米只要凍中雞就會求佛啦的？其實哈，給它可以生吃就好誒，它就是只是稍微加熱一下就好。對，變外香啦。對啊，整個較香啊。該下糖幾落用，你都要斬收起來，全部準備好你後，爆豆該蔥油餅地擺。用點下時間牛肉卷餅來用一下嘛。我帶好了。係嗎？然後你這個麵要弄熟嘅，香。你們等一下該蔥油餅啊，我從該配上應該用這樣煮，然後讓給弄到蓬蓬的嗎？幾條係蔥花餅呢？可能我就技術冇按好。你們是不是很想加一顆蛋啊？凍上啦，不過你要冷凍起。你要冷凍。凍起來。好，我們等下溝通過來哈。好。哦喲。哇，哎，這什麼？就胖啊。大亨堡。大亨堡啊。廚房來嘞。好啦，剛才講好些咧。
你没有闻到吗？半夜版虚接从吐司没有安用。食到安用已长为好学啦，但是我们刚刚为什么也听为大汉堡研究係講？大汉堡雖然係鮮熱項，不過嘅地位度還用嘅火腿，即代表係兩項，我們多一道食材，蒜頭炒嘛嘅？炒肉醬。炒肉醬。係。它原本係唔係團體咧？唔係團體啊，如果我們另外一點，然後給它塞裡面。這個火腿剛好夾在裡面，哎呦沒走帶咯。你知道這麵包是長的嗎？妹，他們有2道，兩頭菜，一個可能是夾肉醬，另外一個是夾蟹肉棒或者是給火腿。阿公，你有嚟炒醬嗎？好了。阿公，你是不是沒有？阿公，有冇可以啊？阿公，你中走哪條路啊？挑白走國際貿易。哇，海挑價都是一來一去的咯。摸啦。一來哥啊。你住3億嘛，對不對？在3億的，飛機坐很多倒是真的。你有身表嘛？改東西。先不要。所以你有身表蒜頭。看起來阿姐摸縫線阿哥來咗。叫做安巴利啊！有沒有用意？係啦，輕鬆來出嘴型啦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啊，過比家的餐廳。好。你看，早餐店阿姨煮泡麵，就是感覺好吃。早餐店阿姨沒有開火呢。阿姨，有冇開火啦？冇開動開呢。要等開掉袋啦。家下嘅嗬，可以嚟到睇用下可以調密碼冇？冇。你都有按糯米醬，本來是按豆，可以切一顆，讓安用炒落去啊。不然這個泡麵會凍蛋순嗎？就是我們要包長條的，他們要包長條的。哦，不要再給我們餿主意了，好不好？你那組已經有點被你毀了。因為我的意思說，這樣子的畫面有點太多了。飽足感。它是早餐店阿姨。對。早餐店賣的是鐵板麵哈豆了哦。可以再多一點，不用只有3片，不用那麼省，我們全部都可以用。因為給他的上講清冰箱料理不能一次清完。下一次好吃的話，下一次可以再用一樣。清2日。對，要清2天。那葱就變就見到哈。有。好，個水裡用白盤的，係冇，等下佢就會爆落去。有啲長音啊，是個捲餅嚟嘅種食法。還有水粉啊。我們這個一定很好吃的，畢竟有鴨跟泡麵，又有蔥油餅，已經就是好吃了。如果再加個醬油膏、胡椒粉啊，沒有，要加甜辣醬。甜辣醬啊？對耶，有甜辣醬。煮下那好，睇下變相冇甜辣醬，所以就用愛用煙係。冇爆泡麵，可能會煮你哦。全包沒關係。丟出來喲。嚇唔好爆係。我們可以處理的，你不用替我們擔心啊。你們先試試看。中台姐，你試試看那個泡麵的梅水啊，這樣包其實蠻漂亮。等下已經是它清淡啦。爽脆，安是好嘞。爽脆哦，應該水裡面做啲切條未做得啦。切條口呢還好爆哦。係啊，切條吼。我哋切到像泡麵安油啊。切到泡麵安。沒有那個口感。而家差唔多好咧，做啲看一下。單推耶，感覺有成功哦。是不是看不下去我們這裡了嗎？因為那邊他們要很多時間準備。哎，我呢啲要切好咧。你要切。哦，凍鬆麵用切咪唔會散。要腍哦。擺盤應該先對半切，然後下夾一邊就好誒啊。好。好，我要過去看啦。好。哎呦，我會走低咯。看起來很不錯哎。色香味俱全。因為像狗煙料理誒，豐那樣。蠻好的。以後誒。家下炒醬嘅水節咯，有另外挑梅麼？也係計笨蛋呢。笨蛋啊，其實肉醬包跟麵包就好吃誒。是。那肉醬是洋讓一般的。它花乾是多拿的。那花乾他們有同過嗎？有酸湯過。凍醬該炒泡麵呢哈。窮邊咪又窮誒。周英款泡麵摸醬多跟蟹肉棒沒做的，而且我覺得這一道lucky on 一下就，他們有把它解構。那個胖啊，那個火腿啊，繼續分開，然後蟹肉棒你要給打開來。對。韓國家姐個蜂蜜芥末是很好吃哈。真的。家帶為胡椒粉嗎？你完成。我哋虛節咯，唔但嘗試用梅頭，阿姐家下就講，還有幹嘛嘅？
葱啊，啊，是跟蛋甜呐。很香的啊。所以不比个管头很有种啊，哈用。我们这个不是便利商店卖的，我们可以把它塞得满一点。对，太瘦了，太瘦了。对吗？你阿哥，你去看过哈，有的王美店啊，哦，弄得爆浆哦，不应走在翕相啊哟。豆豆呀，嘿啊。哦，等一下，阿珍，你走在绕人家尬供一下，我觉得你的美感好像比较好一点。面与时钟，甜都哇，很香的，我们太哇，香的，哎，好准呢。太明显了，太明显了。功效，那功效。哦，阿珍今天那是尬供零款。kom落不，你好害呀。好，那我们就倒算了哈。好，天草马上开始倒算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都马上就有支持困难体育馆地图，内部开咪是较占到呢。无想到吧，都要变相地图看起来迄下的圣食，唔过呢，它这边出用出很有创意的料理，先对风吹太下去来支持困难。我觉得因为给单枪耳功吧，每一样的食材都是好吃的。那么保险有没有不差？可是我现在吃的时候，我会有点后悔。就是说，黑松咖纯味是不是要一起跟泡面炒？像博谦刚才讲的，会比较有味道吗？姜虾炒是米丝味无香用。唔过我哋做法是溜溜的，像原来有原来牛肉卷饼来实施啊。对，牛肉卷饼的话就是这样，没有错。而且佢纯的样又做得上色，所以又切先好食。放心，好吃。第一排试过，葱油饼还可以夹泡面呢，味道很特殊。今天你莫买咸这样变成你们就是聊那是不得已的。我去到吼，记得水台肉店嘿，因为记得用那个糯米饺。那10 kg 的时间咯，那讲正价口感字嘛，佢喊做的有种清爽感，然后咧试看一下南水嘅料理。肉酱哦是8分哎，肉酱配什么都好吃。我觉得他刚才把蟹肉棒解构，吃起来就像阿公的，有点像面条，蛮好的。阿妈知道以后是这种有肉酱的个香味啦。可是咧，他研究生调味是它清淡，所以我喊你吃到爱的味较好吃。当然，我们就最喜欢这种火药味了。对呀，第一关就要这样吗？南水两片吼都非常完美，差一点东西就很真的就是糯米饺。然後法官撈個肉醬吼，還有個蟹肉棒按掉起來，還嘛專門好食。南水兩片哦，唔但講好食聽聽，還有充性種想法攞啲結構再個組合起來，到底師傅營養慢拼負呢，日日都看哦。今早的時間馬上就會到位，齊師傅搶本分數。用口呢唔怕，你下玩大師傅搶本分數。齊師傅搶公平。那墨本間藍隊其實有的料理不是上難東，上該花該部分你再切成丁，從該做該八寶醬的樣啊，角落面油嘞嘛，該熱鍋面油全部切凍了落去炒，變個醬，醬以後該蟹味棒又要薄一絲變個胖蛋白安是好嘞，是到全部的花乾的梅頭都有的，做到該醬汁地步。紅隊其實咩動簡單，其實簡單就是美味。佢有對到個水裡的梅頭，是到有的油膩感是冇的，有加個蔥啊，是當上是個牛肉卷餅，啱講係冇牛肉卷餅，我當好。好，問小戴師傅的公平。其實內部本藍腿因為佢那種肉醬，其實佢梅頭還有層次感，有麵包，還有個花乾，兩片是香，因為佢是那種個蔥油餅。該爆該泡麵，該梅頭差一點嘅。對，感謝這樣讓到個點豆沙頭部嘅時間啦。那都好嘅東西係簡單。體育館地圖呢，個個得到1分。觀眾朋友到烏卡地圖咪做係吃上看呐，烏卡地圖嘅東西啊，變相嘅木打餸哦，其實個上看呐，發揮創意係做變出新菜式嘅。體育館結束過後，等下交俾你嘅齊師傅來出大菜咯。師傅出大菜，齊師傅來出大菜，一聽有好食材。嘿，果然是這樣。先講一下菜名係嘛干？龍蝦三明治。哇！三明治。用它的不可能準備到
道具吧？要真紧的啦吼，我先来聊龙虾是卖狗的是手动的，哦啊，你要嘿，紧紧走在学的呀，要做的是啦，不是烹饪教室的道具啊。今天做的是啦，它比较特别的水是聊伊比利的风干的火腿。哇，1比0火腿，但它跟什么是动火圈呢？你要做的吃到吃的，而且你切那么多片是1人1片吗？冇，我等下有爆豆跟三明治地团。一下泡熟的，一下就甜。哦，好啊，然后係美奶。这是他们家冰箱剩食哦。tomato 切片，徐姐用卖安用切的，啱切鹹冇切啦，叫佢切。哇，安尼行加妹啦。係啦。啊，聊天线宝宝的答案。聊两记写秀该客家电视台一家之主的。哦。那你的秘制酱料底都带解嘛料嘞？让他跳跳讲。懂得。哦，懂得啦。等下係半個隻先那讓講啊，講到你就講。情緒勒索。對啊。啊，你係美乃滋，像嗰啲我有加一下柳丁的意思是講吼，本佢嘅綜合佢嘅酸度，本佢食到好有口感，好，所以我加你係美乃滋，哦，啊你係粉漿，好，莎莎觉得快去走哦，快去走了。但是你竟然敢在秋香姐面前走三明治，紧紧嘿，关公面前怎样？耍大刀啊！好了。教完好咧，你來都下做。我就付出的時候咧，看到個兩蝦，我看冇按有錢，我可能就用炒蝦你按太渣嘅。一半是用哈迷啦，小不還有錢，預算比較多的我用蝦菌啦。我先備料哈。所以這種龍蝦就特別嘅名嘛。個名字按照水姑娘，個還沒有熬，像個波士頓龍蝦個熬17個熬。哦，然後番茄哈。tomato 切片，徐姐用慢按用切的，不能這樣立着切哦。智慧第一出來。今日昨天啱切鹹冇切啦，叫佢切。哇，安尼行加妹啦。係啦，係啦。原來按用嘢了。按啲咧哈。剛才去小改嗰種火腿哦，款個那個油花啊。等一下我借嘛，呀。冇，我直接爆個當時都在寫。我先不要講，我們很像很可憐一樣。對啊，連見動都用輕片就反映講，哎，我大擺款745料理，佢大擺講嘛龍蝦都跟大家認識，動作用下冇強，講埋個火腿撈大家認識，動作咪冇強種。就發現豆腐卡起價做唔來，對，做唔來係買唔起。冇啦，從不看冇料風乾火腿，你是既然用個火腿片是做的，就一大包那個20塊的那種。這麼便宜嗎？我看我哋自本個美乃滋的梅頭油啊，鹹冇強種，橙汁啊。我已經準備按豆按好的食材，我要老實講哦，我還是比較喜歡早餐店的那種美乃滋。這是當場嗆他就對。對，不管怎樣都要講。哦，現在要怎麼處理呢？然後係手動，賣全是手動的，像我這個是啊，要給它自然退冰。然後要剪它，它沿着這邊剪是做的嘞。龍蝦的殼。我說龍蝦殼帶出了手嘞。哦。有膏嗎？有膏嗎？膏有啊，我等下下酒煮個味噌湯。哦。他的意思說你們吃不到，我們有機會。好，來剩餅，來剩餅了哈。然後有啊，凍雞蛋，然後。我請問師傅，我就買兩蝦做嚟賣上來，又係講直接賣因煮好啊？都做的，兩種都做的。開始。哇，凍番茄呢？你看你看你用按豆的哦。那多少錢啊？1000人客哦喲。啊，你那個龍蝦切到薄片大總體呢？因為基本好凍音啦，所以要準備8隻啊。不可能。我今日冇到該送嘅，以前幾個一張。哎，我今天為了吃海產，還買冷凍庫哎。有啊，又長。然後咧粉漿後，你要是加水落去吼，你看你要是調個比例的水我看。是按用的時候咧，有啊，有冇加軟吼？冇，你係脆酥粉。哦，我想講，奇怪又會變黃色啦。等下哈，美乃滋。哎，你不是要給它 hold 一下？不用，不用按手。哦，等一下那一鋪。鋪嘿。啊，該下加個那種那個柳丁嘿，酸甜甜的用啦哦。好，按過一稱吼。啊，你現在掛到 tomato，怎麼個冇不用強稱啊？切起來的時候，給它有層次感。哦。其實地位多東西啊，青菜款就好了啊，就配上地位就買就幹嘛？
但有东西还要加葱头啊，不过生洋葱，对，周洋师傅刚刚调的姜就可以学起来。对，好，了係，可以变颜色。其實了咪直接試下試咪做得，用凍長扭扭啊，应该还有准备的火腿是从哪里买的？一間超市，一般的都有吗？贝拉比要卡大卖场时又就是通常是在百货公司地下街的那种他在。贵哎妇买。又千里野，哦，安这豆菜个火腿不要再包了吗？阿妹咧，切的跟纸一样它已薄啊。经是熟成了，哦，哎，是熟的。看兩片咯，看下多菜咯，味道很重要。然後要三明治很重要，不就是然後鉗啊，要給鉗呢，然後鉗啊哈，然後因為四個邊有啊，四個邊成分好，呀，就买个粘菌吗？因為機械唔會走開。哦，给它收口。好。那为什么你要当用那种蜂窝式的锅子？咁放個下胎啦，一定要破一下，破到佢表面又要素素是做得的，哦，可是师傅，这会不会就懂都有啊？不會，為什麼那就要看炸的功力是如何了。哦，那就是看我们。所以我把最重要的问題就丟給他了。其實包這個都簡單啦，係啊。我等下出了2點，我等下下人鋪啦，哈，因為了又拉實咧。哎，師傅請問一下，哦同我就按挑按粉挑，唔會拄好係，凡是像按要加粉加，喺做啲做乜嘅用麼？咪做得正鋪天板啊，好天板，天板啊，捶頭板啊，做鋪菜没做得了。做得啦，係啊。哇！他聊天線寶寶也打開了，哇！等一下，电视的频道有点那个，調歪一點哈，收訊不好，哇要調一下哈。哦，你还有第4台，你还有 WiFi 哦。兩兩記寫秀該客家電視台一家之主誒。哦，鋪會鋪結叫，我就用辦看。很看，要切時候咧。哦，所以用摸的可能是会地流。好，調了來了哈。哇，哇，它是這樣。哇，那看出來有了。看通啊。有那种在那种大餐厅啊，做开龙虾那种料理，他们第一道上的吐司曲还该装。所以嘿，我們錯，了係哦比較古早的半桌菜，因為了下啲冇會下手食到。对，小戴师傅好认真哦。那等下他可以吃尾巴吗？做得尾巴了吧哈，好好做。得哈，行冇？那什么的尾巴是吐司的尾巴，还是生菜的尾巴？哎，从你下做好以後，他做得令到嘅美乃滋嘅用上去。佢咪做得弄cái花生粉、蹄頭粉咪退味。哦，所以假時我哋不看賣轉到一個龍蝦哦，我們係手動的，嘿，因為本身係上嘅，那我們要怎麼煮一掌為好學啦？有沒有什麼？要先吹過、蒸過，玫瑰凍鬼哦。那这个玫瑰可以吃吗？我先做得先，哇，那就是不行，我先做得先。好，按時差不多。好嘞好了，龍蝦三明治。按钮就后 C 喽。哇，也 Q 幺女唔系你啊，一定要给徐师傅一个重赏。哇，好，你看，台家人家冇可能啊！对，而且之前我们冇試過伊比利豬嘅火腿。好，睇清下我冇到過誒，來片上咯。好，我係見豬唔會用筷啊，我係用手。這一定要用手啊！好酥脆哦！用下，哦。調嘅醬料要加沾掉，因為留會些流進的水落去，所以說吃起來呢很鮮嫩。然後跟地位都會跟美乃滋這樣真勁厲害，因為美乃滋用可能吃到體量還會需要是會內改，但是因為它有加上那個柳橙，所以裡頭有非常的清爽好鮮。凍好食到有幸福嘅味道，啊，知道凍特別啦，唔可以油油，條下看起嚟按炸，知道會，又唔可以有凍酥，凍好食。我5星級飯店長其實都會料理。係哦，誒，平常我睇潘州係新端嘅料理，用很高級的食材。地位都標解嘅伊比利嘅火腿畫龍點睛，真的。有點鹹味又解香味全部強融。故說呢，條班歷史潘總家食到也有冇龍蝦三明治啊？其實你都冇卡啲都未做做，料冇乜嘅關係，看你冇睇有乜包乜嘅，咁嗰嘅薯婆粉啊，有冇調嘅比例有沒有？還加他小戴師傅天數婆家嘅抓的油溫還有時間，嘅當管天哦。唔過頭前一畢業，馬上就係進行這一杯湄館嘅挑戰。
料理大豆絲，大家顧客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爭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豆絲咯。呢罐地度呢，國家拿出自家嘅本店哦，先來看下風水秘密武器係乜嘅？我哋係特別嘅蜜汁醬料，我哋用啥姜下姜下做誒，姜下做出來。一片豆腐卡上色嚟到誒。好，等下再來研究看下到底地度有乜嘅。可是強調一下，今日用一個秘製醬料，帶來嘅菜苗都乜嘅？紫金蓮豆盤，這是什麼？很像在皇宮貴族這樣之類的料理耶。哦，那係一套年菜哦。對呀，而且是他們原創的，原創的菜色。好，最背面一關呢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咱一兩片咪當厲害哦。今日帶來個秘密武器係乜嘅？鹹豬肉，鹹豬肉，我家下學到按片嘅素材樣看哦，發現到幾多鹹豬肉冇乜強壯呢？同學做誒，好朋友送誒，係，也係跳跳那個類嘅。拿來分享，哦，我有老幾講啦哦。有啦有。我聽說還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材料，按到路橋係嗎？橋頭，就係蒜頭啦。哦，所以下香啦哈，所以等一下用啲路橋鹹豬肉做嘅料理材料按到。橋頭鹹豬肉，盛選改演主皮好咧哈。哎，好，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加油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現場馬上開始倒算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好，我哋開始咯。路橋，我們上百多節目當中有說過誒，放嘅鹹豬肉一定當蘸料。又應該用做哦。有，不要你做，因為醃料了。因為醃料配那個鹹豬是可以這樣做，只是就是有冇麻酒。我們就期待，其實你說那就會蹦酒料理哦。你開口呢，會不會有你正經觀眾朋友聽到我們講咁久，正經台幫助了，我們就看看，我們一起期待，好不好？好，不然給你們有冇？該不會就徐師傅帶來吧？你帶咩麻酒係沙克？你都準備嘅調菜有冇安配哦？哦，下配啲位下好。其實我今日做了材料了，要下茶飯，當然係內㗎嗬。香我係買兩下，內唔擦。怕就表你啊，所以講嗬，做一鑊飯，炒了，嘿，嘟嘟好，嘿，有茶飯。準備蓮子嘅醃醃係味道菜名，也係就是特別。因為觀音山蓮子，觀音嘅產蓮子，哈。剛剛吃到講蓮子其實嘛係一隻當好嘅東西啦，哈。那你的秘製醬料地度都帶解嘛料咧？條腰，還有咧？糖，哦，我即兩個研究出來嘅，啊唔過做唔得攞人哋就講解乜嘅東西，讓我跳講。做唔得。哦，做唔得啦。我不偏的，等下係幫我哋先拿讓噶，我上老唔得講。哦，情緒勒索。對啊。情緒勒索。好，等下都出來啊，哈，好。來嘍！來啦！哇，看起來超讚的哦，要放酸梅哎！哎呦，用款的，我就啲咧，個路橋啦，對，有條甜甜的，對，有金鈎哎。呀，幸福賣來，咩係偏酒嘅片？嘿，錯。朋友動作。剛說什麼誰啊？摸一下醬。講愛嗎？係講啲嘅講嘢睇下我16下就有戀愛嘅感覺咧。哇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咁我摧殘幼苗啦，要帶幼苗，要帶幼苗。還錯姐姐頭有冇凍獎哎？哎呀，我要漂髮都漂不出這顏色。你的頭髮是天然的，是，冇特別染過啊喲。是因為年紀大了啦。這髮色超美。年紀大不一定會有這麼美的髮色。不是，它後面是金髮 Barbie 耶。有金色的。對啊。那個路橋，佢做啲增加訊號嘅抵抗力。對。所以就可以多啲下風雪體檢哦，可以多吃一點那個嘛。會帶痛少女嗎？因為叫我炒好，佢要搶妹。哦，是。阿哥，哎，你發現因為切咯。你發現了？你啲嘅地位做唔得學咯。都不卡正經會做料理嗎？我不卡，我親手做，我會講見啦。
啊，會講脆，講脆啦嚇，講脆，有家都是講好菜。所以你很愛食下豆啊。我食下多。所以剛剛大亨堡才做得這麼飽，做這麼好。比較熟悉。其實，鹹豬嘅切到很薄啊，好香哦。係咪要加五香粉啊？今天看起來沒有有。冇讓你講下？這一集好多秘密係哦。啊，嚷嚷到你講啊，摸到他們的。這個去皮啦，是我把皮去掉了，哎，這麼去掉了。它太硬，它好硬哦。哦，醬香硬啦。嗯，好，冇你甜甜的，正解都要剩孔蓋片好嘞，好嗎？好，剛加剛加。哇，哎，這個可以做那個扁酥雞豆。乾煸四季豆。哎，你大擺去咱厝蓋的店吼，就聽過店的調味啊，有要泡過凍好些啦。啊，加蒜條吼。蒜頭。蒜條，直接插，哎，不要隨便改我們的菜色哦。還有該紫金蓮豆蓮豆盤還。有該特製的醬汁，蠻好意思，凍好些的。對啊，好想知道那個秘密哦。佢要很唔好炸，越炸摸寫下摸醬。嗯，那某個勾。剛剛說什麼西亞摸一下醬？誰啊摸？又誰啊摸啊？來你也知道誰啊摸啊？哎，愛講愛嗎？係咁啲嘅講嘢香款。港我使用它有戀愛的感覺嘞。哇，在一起，在一起。哎，賣做摧殘幼苗啦，也在用，你也用幼苗，幼苗也在幼苗。熊台葱咧，今年這幾隻白不應講幼苗啦。哎，幼苗。我唔愛摸有聲音咧，你冇發圖咧，做阿婆咧，等下咧變下去嘅哈。哦，但是炒嘞，嘿，做得，所以你還沒有炒嘞嘛？哎，炒，哎，可以播嗎？可以。哎，秋香姐，像你走串店嘛，這麼沒空按摩hand的哦，那你回家還會煮菜嗎？喂，會哦，凍神忙咧哦。那早餐店阿姨僅僅於該種技能講，你真的記得每一個客人比較長的常客，有有點嘅東西。哦，嘿，啊，比方說，假使講，哎，師傅入啦，嘿，啊，那先買個先愛就出。應該是龍蝦三明治。自己回家做。哦，你可以洗那類炒，你有啦，係辣咧辣你係關鍵哦。做乜嘅話樣講？尾部，係炒。乾辣椒尾部。那可以先拉起來呀，我們可以先拉起來呢，乾辣椒要先拿起來。我要頂住咧，要賭哦。哦，又香米出來嗎？哦，又蒜挑出來，蒜挑出來咧，好難。誒，凍嘅香嘅哦，時候下去嘅，嘿。對，很香誒。誒，梅頭凍香。好，該過來是愛蓮子哈，所以下去咧。係咪還有個香油啊？誒，有啲咯。香油哦，到啲地背肚。係啊，哦，咁就啲背哈，還有乜解香油，還有乜解湯條油嘛？嘿，因為客家人吼唔會用米薯，專門用湯合作。哦，所以你蓮子吼還有培養下去。安尼是差差不多咧哈，叫熟咧嘛。嘿，錯，還有是做得咧。那個秘密太少了吧？會不會？做得吃可能冇。哦，走又辣香漢摩啦。我哋都先過開，紅雞片咯哈。好。哇！你阿關係阿姐阿哥女負責炒誒。哦。明明炒一邊。你係按照組合餐的呀？係嘛？啊，你兩物嘅調味嗎？唔是誒，是兩係韓豬牛是辣鹹咧。是，對，嘿，錯。等下倒面嘅병咧，脆韓國辣椒。哦，要聰明咧。地背肚還有一點脆脯啊。係。啊，路橋有病嗎？忙，我希望係是這當病。其實鹹豬牛肉嘅蒜苗是凍好食咧。姐姐係沒有到衛生所天數嘅公手疫苗誒，打針嘛，試過。誒，公手，係，對對對。誒，阿姐，係，你個路橋唔是切的哦？路橋唔是切。好。所以應該是差唔多咧呢。好，你來倒蒜了吼。天草馬松葵是倒蒜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出嚟試試看那最杯麵館，哪部開面是較針對咧？好，兩組呢都最杯麵館時間，正經拿出最大呢條來餅起來，先來試試看那風吹嘅樣咯，紫金蓮豆盤，來試試看吶。也跟蜜汁醬，當好食咧，蜜汁醬很百搭哎。那蜜汁醬料吼，那會炒出來，啊用輕婷婷吼，挺打鬆嘞。啊，因為烤肉啊，做其他料理的時節哦，都可以百搭。你要覺得裡頭緊緊哦，蜜汁醬料那種秘密武器的招數，清好食。係啊，好食。雖然係超強下吼，不過吼，各項嘅處理方式咯，都做到
非常好。哎，哦，不过咱出的一片路桥咸猪肉的非常好食咯，结果咧试看。哦，真正的好好感情也好朋友。那个咸猪肉非常好吃呢。我到现在还没有吃过真的不好吃的咸猪肉，重点是前不会卤味时间都是老功夫。唔讲呢，放在两个口味落去生，它有点解腻。第一摆是到路桥咸猪肉，唔过安样先哦，一港梅，一个米哈，有点挣扎了，因为那个烤跳的米哦，太过抢味，但现在吃不出那个咸猪肉的味道。嘿，结果唔会哦。系啊，好，等下就来看一下师傅应用版评分咯。齐师傅抢分数，蓝水热粉，好，子木热粉，请看一下小戴师傅。哇，齐师傅，请给我一个理由。好，其实红队真紧动大松的店面是讲吼，甲酱汁油啊，并下倒底，本去煨煮时间下久一点的时间呢，莲子用在剩下，本去煨煮，本去下用梅头啦。好，是正菜用因冻大松真紧。好，啊，有份蓝队啊去卖冻景，那个咸猪肉真紧冻好食，老街又加加路桥落去，食到真紧冻甲梅，冻甲梅。三元新梦。好，换小戴师傅的公平。那个两腿来看到一个建议啦，猪肉是不是用油害煎，会下香，慢慢下按油。啊，另一边呢，该两个菜，两项菜采用泡的。佢用泡过以后，该油捞油是不是重油？啊，酱油唔辣多。刚好小戴师傅在减肥。总得想。好哦，感谢师傅呢，本你个字头啦，那摆做样吃做困难。不过呢，不管数呀呀，天命，中国的今日亲友食到好料理，马上就来颁奖嘞！恭喜大家！今日的节目当中呢，大家都有收获，成绩公布诶，风吹得到1分，蓝吹得到3分，先来恭喜蓝吹咯！恭喜蓝水得到3000票嘅加台耶！恭喜！就是恭喜风吹呢得到嘅系水师盔甲不锈钢刀具组。哇！做阿姐哦，看佢有到紧张哦，表现到动好呢。紧张讲出来。伊平常总袂讲话啦，系啊，那量多天时唔会讲话咧。唔怕啦，旁白很有机会吼，做啲多多咧表现一下。完事啊，过来老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参加嘅感想。哦，这俩是第一摆哈，平常都冇买猪锤的，还在参加个一家之主哈，非常好的经验，当好、当饭时、当跳。第一摆是都该伊比利个风干火腿，真好。哎呀，都是学录啦哈。哦，恭喜！风吹没表现到动好，而且两位姐姐今日是百忙当中的抽空来参与，看你真想来做早餐店，对呀，马上做对约了要到毕业主本丽生，你们2位师傅也没有选我们，好啦，没事啊。先来讲，你发起老太恰讲一下你要不要参加的心情？希望特色客家人用来推广客家，特色家感爱讲到的客家，当欢喜有爱人嘅节目。我哋就表现。飘香阿姐，老太太分享一下。从来唔是参加了个节目，今次有啲了机会参加了节目，感觉真欢喜。啊，神蒙大家，哈你拜过来参加好嘛？好。两个姊妹朋友共下来啊。好，冇问题。去哦。神蒙大家来到要到 V N 呢分享，我看后面是鼓上你看，哎，你节目呢唔单车，都得来考一下临场反应，做好料理以外，最主要哎，你行家做的是到师傅嘅太菜哦。系啊，一家自主就系安用心吼，好搞有做得学到好食嘅好料理，所以分享所有好朋友，亦叫到报名参加比赛哦。一家自主，等等你共下来到要到 V N 分享杨波卡嘅后面是每来都要到 V N 是好料理，下礼拜再见，拜拜。